即个种其实爱感谢的人足侪啦吼，就是当然是先感谢张教授吼，就是有发起即个奖啊吼，啊，过来就是林慧教授吼，就是啊，搁有就是感谢陈庆教授今仔日演讲，啊，搁有嘛感谢会长，其实就是应该讲是安怎我会开始用，因为我即摆是伫台师大有开一门课，叫做台语天文学嘛，我是用台语咧教天文，啊是讲是安怎开始做即件代志，其实上重要的原因应该是讲。当然，一个是因为看到讲咱台语伫台湾，敢若是已经要消失啦吼，就是像阮阿公、老爸、老母即代拢伫厝诶，伫外口拢也有咧讲台语嘛吼，啊毋过到阮即辈可能讲诶人就愈来愈少嘛吼，啊一直到咱若是看即个差不多20-30岁即代，可能听是会晓听啦吼，啊讲可能都拢袂晓。啊，若是搁较细汉，因为其实我有看到，因为我是台北市出世诶囡仔。所以，若是伫外口，基本上是无啥物机会当讲台语嘛吼，就是敢若伫厝诶咧讲。啊，本来是敢若想讲，可能台语还袂要死啦吼。啊，毋过就是真正有一摆，我伫即个节目面顶看着是，我迄阵是甲阮老母咧讲电话，啊电话讲煞了后，结果坐伫我对面诶一个查某囡仔，伊就甲因老母问讲，妈妈她在说哪一国语？伊毋是听无台语，伊是毋知影我咧讲的是台语啦吼。所以迄个时阵，我其实嘛感觉足艰苦，就讲啊，我毋知影讲台语即马对即个差不多4-5岁囡仔来讲，伊是一个外国语嘛吼。啊，当然这是一个原因啦吼。啊，另外一个原因其实就是因为我其实我还咧读书的时阵吼，因为阮天文界有一个香港的教授吼，迄阵咧甲伊开讲。啊，伊就甲我讲，伫香港差不多因咧教册时阵，就是香港咧做教育是用广东话。啊，迄阵我听伊安尼讲，我真正是足 shock 啦。我就想讲，奇怪是安怎因是用家己的语言，啊，咱台湾是安怎是用北京话？吼，所以我迄阵想讲啊，咱台湾毋知有啥人会使用台语教册嘛？吼，基本上我敢若知影杨维德教授就是台大数学的杨维德教授，伊有咧教微积分嘛。啊，毋过其他我就敢若较毋知嘛吼，所以我迄阵想讲啊，那未来若是讲有法度用台语教天文，安尼应该是袂歹，因为我家己的专业是天文。啊，毋过就讲若是讲要用台语教天文，其实遮个天文的专业名词其实是无人甲我讲爱安怎讲嘛。啊，所以要安怎，而且就是要安怎解，就是用台语来解说一个科学的现象，其实。即个阮拢无受过即款的训练，所以其实嘛毋知要安怎讲。所以落尾我想就想讲，啊，若是真正要做即项工作，其实应该爱有台语的新词。啊，毋过因为即个台语的新词无人做嘛吼，所以就爱家己想办法。啊，我就开始想，我就因为我知影讲天文即个 NASA 用一个科普的网站吼，叫 Astronomy Picture of the Day 吼，啊意思就是讲，逐工来做100度，爱来面的解说嘛吼，啊因为这是英语的，全世界差不多20几个国家咧做翻译嘛吼，啊我就甲因联络，我讲我想要甲做，我想要翻做台语版的吼，所以落尾当然伊就同意嘛，所以我即马我有一个网站叫做逐工100天文图，这个是 NASA 官方的台语版本，逐工拢会翻一篇，啊因为哪翻，逐工咧翻，所以就我就创一寡新的词。啊，创新词了，我都才有法度教册嘛吼，所以我即马伫即个台师大地球科学系有开一门课，叫做台语天文学，就是用台语教天文。啊，当然做即项工作，阁有一件足重要的代志，就是因为咱台湾社会，咱也是看讲，就是即个社会对讲台语的人是啥物款的态度，因认为讲应该拢是无读册啦吼，啊，无就是犯罪啦吼，也是讲较低贱的人吼，啊。就讲，若是有知识、有水准的人，应该都是讲国语啦吼。就是你若是要伫即个中华民国即个社会去互人当做人看，应该是你要说国语嘛吼。啊，我就感觉足不服的啦吼。而且人讲，即个台语，即个语言是足落伍的，你嘛袂使讲摕来讲科学的物件。啊，我就想讲，啊好，你讲这个袂使，我就当做做互你看。所以就是。所以
以有人讲，查某囡仔莫讲台语啦吼，我就讲互你听啦。讲即个无法度讲科学知识，我就讲互你听嘛吼。袂使用台语教册，我就教互你看吼。所以基本上我要证明讲，台语即个语言，伊是一个有知识、有水准，而且一般人不管你是查某囡仔还是查甫囡仔，其实拢会使讲的一个语言嘛吼。所以我即马才会开始做即项工课。所以基本上是因为安尼的关系啦吼。虽然讲我讲的话其实足侪，毋过都莫啊，都讲到遮就好吼，感谢大家。